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个几分钟，特别开始咱今日的敬拜。咱即时要做伙来祈祷，来准备咱的心，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搁一届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互阮伫主日早起时会当做伙伫山顶，做伙来敬拜你，来亲近你。阮知这是你互阮极大的恩典。我们即时要做伙准备心，来进入阮今日的礼拜。恳求你，互阮有平静安稳的心，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帮助甲快乐，也互阮有对你来教育的能力，将阮所听到、所领受的，伫阮生活内底行出来。从阮今日的礼拜，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恭敬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对头到尾来引带带领赐福阮。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来敬拜。这是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学到上帝。咱要来吟圣诗第65首，圣诗第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美丽的地面，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正当时兄弟姊妹通过一届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乐乐甲感谢，因为你有丰盛的恩典甲慈悲，你也赏赐阮逐项的福分。阮的性命，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出自你的赏赐。感谢你，时时成做阮的保护，成做阮的帮衬。特别伫阮人生遇到逐款的困难、挑战、试炼的时，你无离开阮，你牵阮的手，经过人生的每一个路站。特别感谢你，阮台湾伫这2个月拄到疫情的过程内底，会当通过好的防疫的措施，或者疫情会当渐渐来得到好的控制，也渐渐要来开放。全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阮。阮所有的政府官员，阮所有的百姓，会当做伙来配合，做好防疫的措施。阮的生活、工作、服侍，逐方面拢会当恢复正常。主阮搁一届为着阮的台湾来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你继续来引带带领阮。主阮也搁一届将阮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引带带领阮。特别做兄弟姊妹准备要来注射疫苗，来得到好的保护力。
全恳求你保守阮一切拢平安，也无真大无爽快的所在。主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阮伫逐款的困难内底，经历你加倍稳定，甲阮同在，然后阮有够的信心来挖靠你，来敲找你。将阮每一位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看顾保守阮。阮的祈祷无够额，阮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即时要做伙来交托启应文第38篇，启应文第38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来启，请咱兄弟做伙来引。我说书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仁爱，我就假做响的铜器，等的lap拔。我说书做先知，明白隆重的奥妙，甲隆重的财物。各说书有招庇的信，到夜来移山。若无仁爱，我就袂算做是啥物。我说书尽所有的来尽责，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就我无得到利益。仁爱是熬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职要废无，遐阴雨要煞，财物要废无。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若够，无完全的就废无。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因为咱搭对镜在看，无明。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搭所在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互主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是仁爱。这是咱要继续来吟圣诗338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圣歌队要带领咱做伙来学到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有一位救赎者，有一位救赎者。这是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第五页经文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19章的17节。箴言19章17节。真正善车人是借互上主，伊的好所行，上主会行伊。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40到42节。马太福音第40节，马太福音第10章40到42节。什么人接待恁，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找我来的迄一位。为着某人是上帝使者来接待伊的，一定会分享使者所得的报赏；为着某人是义人来接待伊的，也一定会分享义人的报赏。我实在甲恁讲，无论是甚么人，就算摕一杯冷水，互温度中至微细的一个啉，只因为迄人是我的门徒，即人一定会得到报赏。今日是总会所定文字传道事工的奉献主日。感谢台湾教会广播社的社长彭牧师来带来上帝信息。伊的题目是接待分享报赏，接待分享报赏，请咱用恭敬的心做伙来领受。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今仔日
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甲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伫一个网络顶面来敬拜上帝。伫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伊捌讲过一句真出名的话，伊咧讲咱毋通浪费一场真好的危机。伫即个 COVID-19 疫情下面，咱看到台湾的确提升咱的国际地位，改变咱甲侪国家的一个国际关系。这是一个利用危机真好的一个例。若是安尼，咱嘛共同要来思考，咱要安怎伫即个危机中间，咱毋通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咱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传扬福音。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相信你赏赐互阮人有危机，当阮透过着危机中间，阮更加要自信看见着圣经顶面对阮的教示，也透过着圣经顶面的教示，提醒阮、帮助阮行伫人生正确要紧的道路。献上阮的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我特别要用马太福音书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来写了马太福音书的中心的目标，就是要甲咱的所有的读者讲，伊咧讲上帝救赎并无特定的对象，乃是所有的民族。所以咱会当看见着以色列伊被竞选，就是为着所有民族拢要受救赎的这个目的。并毋是要家己独独来享受着上帝的拯救，是要透过着因赐福予万民。拯救的福音，那对于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来看，讲这个拯救福音是对上帝的代表人，就是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早前透过着先知所预言，要来迄位救赎者、拯救者。了后咧。有看见着马太福音书内面写起着有侪这个使徒，军队着耶稣人民人的需要，互人会当来脱离着黑暗。使徒因传扬福音的对象是对以色列迷失的羊群来开始，定军伫本土，最后咧是往普天下去。伫这个过程中间，无论受到什么款的一个迫害，拢相信。上帝要甲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同在，使徒甲选民要传扬福音，祝福万民的一个使命。伫咱这个世代的这个责任，就是什么所在呢？就是伫咱这所信的人甲教会顶面。若是安尼，今仔日咱特别看见着马太福音书第10章所的记载，耶稣基督对12个使徒、12个学生对因的一个教示。咱会当搁一遍来提醒咱应该有的一个使命甲态度，嘛想要借着第10章上到尾，咱今仔日所看这段经文，要邀请大家搁一遍，咱来关心着文字事工的一个欠缺。首先，咱来看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耶稣基督伊差遣这学生出去的时阵，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延续伊对遐个困苦无帮助的人。对因的一个牧养甲关怀，所以呢，伊互学生有权柄、有能力，会当去完成侪的工作。伫遮咱会当看到这个工作会当分做3个部分，咱来看。这3个部分的工作呢，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来宣讲讲天国要实现啦。咱会当看第10章第7节，伫遐写，行一时就传讲天国近啦。天国近啦，天国要实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讲，上帝主权要实在实现伫人类的中间。为着要表明这个上帝主权这个意义，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伫伊这个马太福音书中间拢总用了51遍这个天国，意思就是咧讲上帝主权的一个意义。这个51遍的天国，这个字眼。就是互咱搁一遍清楚了解到上帝的主权，上帝甲人同在，是互咱会当透过着经验上帝
咱要来改变家己，咱嘛改变着世界。所以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工作是透过着咧讲天国囡仔，要互人看见着愿望。耶稣基督对于学生的第二个工作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是爱透过实践的行动，互人会当得到医治清气。啊，这款医治清气，就是讲天国是要互人活出着尊严、快乐生活。伫第10章第8节有写，讲医好有病，互死的个活，互太过的清气赶鬼，这是第二个部分。那是第三个部分，因的工作的内容是啥？是爱对人祝福，爱甲因讲，愿恁平安，愿恁平安。伫第10章第12节则写，入迄个厝，就甲伊讲，就甲伊请安。这个原因，愿恁平安，就是一款的一个安息。所以，咱当看见着讲，咱的使命是当咱白白得到祝福甲稳定的时阵，嘛要白白互人。互人会当甲上帝同在，这个身心灵拢充满着喜乐甲安慰。总是咱知影讲，这个传扬福音的一个工作，嘛一定会拄着最一个困难甲挑战。所以伫第10章，耶稣基督伊嘛对这12学生伫出发进前，甲因做一个心理建设。啊，那准讲是用咱即马一个话语来看吼，就是爱叫因先爱注疫苗，哦，爱注预防针。因为有最代志会发生，爱对因心理建设。这个心理的一个建设中间包括倒几项呢？第一个部分是讲，毋通过度在意家己所欠缺需要的。咱会当看起伫第10章第9节，咧写着讲，恁的腰肚内拢毋通有金银铜。第10节咧讲，罗你也无得有大连，无得2领衫，无得鞋，无得拐仔。这就互咱想起着讲，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33节咧写，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的物拢要煞互恁。这是互咱看见着讲，毋通过度在意家己的需要。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对因的心理建设是讲，要有拄着最一个困难甲迫害。所以伫16节的所在，咱看见，打我找恁，亲像羊伫豺狼的中间。所以恁的知识亲像蛇，顺良亲像钱仔。17节嘛安尼写，讲总是着侍奉人，因为因要将恁交互公会，也要伫因的会堂鞭拍恁。咱会当对伫咱台湾宣教的历史中间嘛，找到这款的一个例。啊，今年是拄好有一个宣教师，就是甘伟林牧师，伊过身100年。甘伟林牧师伫1871年的时阵，伊受到英国长老教会差派来到台湾宣教。伊伫台湾拢总住了46年久，对文字事工、对蒙朋友的一个关心啊，逐项的一个著作，一直到伊设立教会，会通讲对台湾人民甲这个宣教的工作啊，贡献非常大。但是伫这个贡献非常大的中间呢，咱会当看见着讲。伊捌伫白水溪差一点互人刣死，到伫屏东牡丹社的所在，嘛伫即个文献中间有写着讲有枪子对伊的耳孔边安尼飞过，总是伊将伊一个性命完全付出投入伫即个台湾社会。虽然拄着真大一个危险苦难，但是为着要互台湾的人民会当熟悉耶稣，伊感觉伊的性命。啊，传福音服侍是遐尔啊甘甜。第三个部分，咱嘛看着讲一个心理建设中间，爱注意到爱承受价值观改变所带来一个冲突。10章35节、36节，伊咧写着，写讲，因为我来是互人甲伊的老爸绝情，查某囝甲伊的老母，新妇甲伊的大家也要安尼。个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己家内的人。对100多年前台湾第一代的信徒开始，一直到今仔日，咱会当看到最这初信的基督徒啊，因为着要信耶稣，追求这款的一个信仰，因参家庭关系破裂的这个例，咱会当讲是常常拢咧看见。这嘛，互咱搁一遍感受着讲，咱要承受
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所带来的一个冲突。伫马太福音书第10章的中间，有耶稣基督对使徒的一个期待，对使徒学生的提醒，总是呢，伫遮嘛，互咱看见到有一份永远话的一个应允。这个永远话的应允呢，记载伫倒位呢？第一个部分，互咱看见，这个永远话的应允，就是咧讲人的一个宝贝，一个价值。10章29节到第31节啊，伊咧写着讲，这个2只赤鸟啊，敢毋是卖一分银吗？若毋是恁的爸有准，一只就拢卖加落地，就恁的头毛也拢算过算，所以恁无得惊，恁比侪赤鸟啊较贵气。感谢主，咱会当讲伫主耶稣基督心中是迄款无价之宝啊，毋是用咱有偌侪一个身家财产来计算。这是互咱看见应允的第一个部分。应允的第二个部分是咱看见的讲，主耶稣基督要认捌咱，主耶稣基督认捌咱。对10章32节，底下就写着，所以见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第三个部分嘛，互咱看见着讲，咱要共同来享受这个美好的一个赏。什么是共同来享受美好的赏？啊，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段圣经节，是对第40节一直到42节。第40节到第42节，这段话呢，互耶稣的学生因搁一遍确认，因是使徒的身份。这款的一个确认，其实嘛会当互咱今仔日的咱，搁一遍确认着讲，万民皆祭司的这个观念下面，咱有参主同工的一个权柄，并且呢，伫这款的一个过程中间，啊，检在呢是迄款上淡薄的一个付出，咱犹原共款，要共同来享受对天而来的这个赏。弟兄姊妹，啊，咱透过着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的描写，提起着咱每一日咱的性命爱认清楚，传扬福音的一个使命。虽然伫充满挑战的危机中间，咱嘛会当透过着彼此接待中，做伙来享受对上主遐来的一个赏。打文字工作也是福音传扬中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阮嘛同款传扬福音，阮的文字工作嘛常常拄着困难甲挑战。承受价值观的一个冲突所产生的无谅解，但是呢，搁一遍我要真感谢主，因为有咱大家，咱三结伴三同行，咱来彼此补咱的一个不足甲欠缺。所以伫最后，我要用这个接待分享奖赏安尼一个主题来恳请大家伫公报社这个时阵。当面临着困难的处境中间，用金钱、用大岛为着阮来鼓励向前。接待是啥物呢？接待若是伫10章40节到第42节所咧写这个接待，伊是咧表明讲毋简单，是咧接纳因所讲的这个信息，更加是款待甲成捆的一个交代。当教会公报社坚持白白得到祝福，也要白白互人的一个理念啊！阮伫遮福音刊物啊，这做咱当看。对教会公报啊，这是新安宫读经、少年新安宫的读经啊，更新的周刊，以及这个甜蜜亲子报啊，还有咱即马透过着网络的一个时光，遮的呢。拢是白白得到的恩典，也要白白甲兄弟姊妹做伙来享受。伫这福音刊物，阮完全无收费，因为就是要互感受着讲上帝的同在，咱的身心灵拢充满着喜乐甲安慰的同时呢，请大家嘛接待阮，使用阮的福音信息听落去，嘛对恁的课题啊提出来。安尼对阮是上好的一个接待。佮再来呢，伫这个10章40节到42节的中间，来讲起着这个分享。阮真期待
有迄种一杯冷水的一个分享。伫几多年前，我到伫英国威尔斯迄个所在，威尔斯有一间教会，伊无大间，人真少，总是呢，伫遐的牧师，拢会来教导因的信徒爱对全世界关心，所以因常常会关心真侪无共款的一个机构。但是这间人真少、无大间的一个威尔斯的教会，因每一遍可能是每一个人奉献差不多是一个下午茶，就是一杯咖啡掺一块鸡卵糕，遐尼侪钱一个奉献。有一遍因拢总奉献150英镑的钱来捐予非洲一个机构。总是伫无偌久了后，这个非洲的这个机构，因写一张批来感谢因，讲多谢恁，多谢恁的这个150块的一个英镑，互阮这个机构内面所咧照顾的小朋友，会当饱足3个月。真感谢主，伫英国一人捐只不过是一杯咖啡掺一块鸡卵糕的一个钱出来，总是这款一杯凉水，竟然有法度互非洲的这个机构因的小朋友3个月得到食饱。所以我嘛真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只要咱有这款一杯冷水、一杯凉水，迄款的一个心情来对待阮相信的确阮的有缘会当行了更加来稳定阮的一个脚步。第三个部分，咱看见到伫这段圣经节内面，上尾所咧讲起的迄款的一个奖赏，就是迄款的一个赏。当阮用文字写伫这个纸，也是刻伫网络，甚至将伊变做是一个影像的一个方式，来线接使徒传扬福音的一个工作。阮也受起到使徒因的工作，就是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人民遐身心灵拢送香的人，身心灵拢送香的人，因得到饱足。我要用最后这段经文来做一个结束，就是咧讲人民送香的人就是照乎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人民才是送香的人。我嘛相信，当阮用文字来好款待这送香的人的时阵，嘛恳求咱教会的兄弟姊妹，恁嘛用金钱来认领阮这的机构是伫送香的中间，人民送香的就是照乎耶和华，伊要照伊所行的好事来行伊。愿主继续带领咱的教会来向前迈进。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相信，阮要承接使徒传扬福音的精神。无论阮是伫教会，阮是用文字的事工，阮是对逐所在人出于关心的态度，阮相信你拢要甲阮三甲伫地，愿你赐福，引带带领阮向前来行。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三甲来吟回应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42首，圣诗第342首，伫主听堂内面，伫主听堂内面，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Yeah.
请坐。这是要请咱备万心做伙来奉献。请起立来做感谢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一切恩典，当阮即时献上阮淡薄的金钱，诚侪圣工的路用，恳求你欢喜感纳，也使用阮所奉献的诚侪教会、诚侪正人的祝福甲帮赞，将阮所献的交伫你的手，恳求你来欢喜感纳。愿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几项重要的代志，互咱做伙来关心。第一，小会公告，本会定伫10月24甲10月31要来举行中级的改选。长老执事的提名推荐办法公告伫周报的第8面，请咱做伙来关心、来注意。第二，线顶礼拜公告。之前伫疫情的中间，虽然咱已经接近要来开放，但是有关目前还搁伫3级的内面，
所以请咱有关的当来注意教会的一撮公布啊，那咱的礼拜有啥物款的变化，会随时甲咱通知，请咱做伙来关心，做伙来注意。第三，本周特别的事工，本周日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传道事工奉献主日，感谢台湾教会广播社的社长彭兰亭牧师特别伊有录讲道的影片，伫本会线顶礼拜中来播送，来甲咱勉励请安甲报告。恳求咱的兄弟，咱通过祈祷甲奉献，继续来支持广播社所有的文字宣教事工，互更较侪人会当通过教会公布、更新的周刊、新安公的读经本等等来认捌上帝，得到祝福。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愿上帝祝福因。以上报告，咱这是做伙来做牧养的代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伫这段时间内，阮虽然拄着疫情的考验，虽然有伫侪的惊吓、侪无平安内面，主感谢你，犹原保守阮，拢会当得到勇敢，得到平安。主愿感谢你，还遮尔啊大恩典。主愿这时也特别为着阮所有兄弟姊妹欠缺需要，做伙来祈祷。因为侪人受到疫情的影响，伫因的工作、经济、生活各方面有侪的无方便。主愿恳求你来祝福伫因，然后这个疫情会当紧紧过去，所有人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阮教会礼拜，逐种的聚会也当恢复正常。主愿恳求你继续来引带带领祝福阮。也特别将接续要来主疫苗这兄弟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保守，这过程拢会当顺利。也注射了后也无爽快的反应，主恳求你来引带带领祝福伫阮，阮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咱这是要做来吟上用的诗第511首，511首。阿拉上帝至高至尊，阿拉上帝至高至尊，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安慰甲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们。请坐，密道社温，强受差遣。